继续要来看是这个总统蔡英文3月29日出发到中美洲来访问咱的邦交国瓜地马拉甲贝里斯，到时阵会来过境到美国的纽约。那前总统马英九是3月27出发，要到中国去祭拜祖先，相应出国访问大饼场。民进党是这期马英九这边是调故意安排的。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是来回回讲，这行程是马前总统先决定的，一切拢是巧合。不过，这马前总统到中国是坐中国的国航，维安嘛传出讲未来配称，这个国家的级数是不是互 A 化咯？国安局来回应讲，一切拢要搁咧规划交涉当中。相关的细节，因为这案子还在规划跟执行过程当中。前总统马英九到中国来访问，外口传讲中国无要互台湾的特勤来配称，国安局来证实两岸现主席等来交涉。连副总统他曾经在卸任之后有14次的出访，其中只有1次配枪。那另外萧万长副总统的出访过程当中，则完全没有配枪。强调台湾正副总统出访无要配称、无 A 化主权的问题，严格即卖唔让维安的规格变成是话题。另外，马英九这回往返坐国航航班，嘛方发现讲顶悬印有中国国旗的图样，当然访问中国的路线嘛放大来监视。马英九访中的行程跟国民党当时流亡到台湾来的图有没有像？民进党立委提出2张图来比，认为讲出访和当初时国民政府摕来台湾的路线根本是一模一样，比选的官员是真爱叫。更加巧合的是，马英九出访的时间，拄啊和蔡总统访问中南美洲的时间拢做伙，时间点真拄好，互民进党的立委质疑，敢讲这又搁是阿强咧避鬼避怪。我在想，一切纯属巧合。老实讲，我看到我也吓一大跳。就套用开个玩笑，蔡总统不是很喜欢讲被突袭吗？是。那我也跟同事开玩笑说，那我们是不是也被突袭？今年是1国2制台湾方案民主协商的元年。只有这个吗？这个是他的一个政治的考量。那第二点，在时间点上，可能刚好跟蔡总统的出访时间在规划上是有点重叠的。尤其最近洪都拉斯又要传出和中国来建交，那是蔡英文出访的时间甲行程真正互中国来掌握，断交的时间点有可能就是伫咧蔡英文访问中南美洲的时阵。咖啡会不会走味啊？会不？会变糟味的咖啡不？洪都拉斯的小农咖啡都是台糖精心去挑了，有30几个咖啡豆所精心调配出来，味道应该相当不错。所以味道不会走味，你这么有把握？就咖啡的部分，味道我觉得相当不错。美中第3方在这个外交的战场私底下是搭来搭去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